我们要不要办？我们要不要请我们这边的餐厅参加？我说我们不但要办，而且我们要主办。我就这样跟他讲，他说科长说我们才3个乡镇，人家花莲8个乡镇。我说我们就是因为3个乡镇，所以我们就要办。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这一次抢过来办这个活动啊，吴处长也让我主办，因为那天开会的时候，人家只派一个科长，我处长亲自到，所以就交给我了，谢谢啊。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在台东办？因为我当了这个处长以后。我也很喜欢吃各家美食，但是台东有8个各家餐厅，啊，花莲有11个各家餐厅，但是我吃到处吃，雷同性都太高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善用在地的食材，在地的食材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宜兰花莲到台东总共有大概这么多个8个乡镇，3个乡镇，总共有11个客家乡镇，都坐落在台九线。那刚好这11个乡镇都是跟阿美族通婚群居的一个族群，是多元文化都很有特色。所以我刚问候大家用客家话、用阿美族，其实是展现那边的特色，因为他们都跟阿美族通婚很多。所以台东的几届的女王，他们的太太都是阿美族，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在地的餐桌能够展现出来，也让这个产业能够产业化。啊，今年我们的主题他们就主神医阿婆，我就问科长，我说为什么是阿婆不是阿妹啊？我说你这样是不是歧视阿妹啊？为什么一定要阿婆呢？他是跟我讲说，因为2字移民希望能够。阿婆能够捕捉一下祖先的容颜让以前的特色能够展现出来。我说科长不对，现在大家吃的就是创意跟卫生，只要达到这2个目的就可以。但是有一个更大的特色是在地的食材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台东这次办这个活动，我走访了几个学校因为传统的餐厅可能要叫他们做不同的改变，会有点担忧。所以我就请各地的学校，那些职业学校说，我们那边跟阿美族混居在一起，其实菜肴有阿美族的小米酒啊，那些可以混在一起，创造出各种可能。所以他们就很有，他说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10月1号的时候，我要欢迎大家，台东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美食，欢迎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严处长，什么干家，你自谁？南猴好像是原住民的我好还是你好，阿美族语哈。好，紧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2016客家美食料理比赛的这个启动仪式喽。当然呢，我们在这边，我们大家眼睛往你的左手边，这样是你们的左手边就看到，哇，4区代表都很精心在策划自己。代表自己区域的这个经典美食，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邀请到我们4区代表的长官，还有我们大家长要来上台来我们接动这个启动节目仪式哈，来欢迎我们北区代表我们的蒋局长，来先上台来，喂，你水位呐，作为你水位还要隆重，嘿呐，还要隆重来介绍你啊！好，来，蒋局长先上台，再来呢，我们的中区代表来，陈副县长，以及我们南区的代表陈处长，还有我们东区的代表我们的严处长，嘿。你也行来介绍你哦，大家有见那个掌声来欢迎客家美嘅主任委员大家总李永德李主委上台来，起立对总统。好，那大家呢，我也要麻烦，哇，你一次要拉2条。来，一条给副主委来。啊，副主委好了，副主委，好，副主委那站那一边好了。那待会呢，台上的长官会谈清楚，然后讲客家话3年1个时间1咯，1个时间2个，然后我们给彩蛋来下来哈。那天草会不会听客家话？3、2、1，唐磊是嘛哈？3、2、1，大家来 Q 来倒数好不好？来，大家一起喊3、2、1，呜呼！来，我们现场看到，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国宝，刚才主委说国宝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靠近一点。我们说哈嘎米斯就是站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我说哈嘎米斯，你们台上的各位长官贵宾就把你们的拍数字鼓嘛，还有拿你们点点鼓站，哎呀，好吗？好，台港听我讲啊，来，老师两位老师到这边来哈，好来，台港听我讲，哈嘎米斯，然后你们就站，就是传出来了，好来，一起。哈嘎米斯赞，对，往前看，哇，这个时候呢就要捕捉最美的画面，谢谢。我想呢，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哈，大家呢在我们的舞台的左右两边呢，也有我们客委会准备这个经典的美食让大家享用，还有我们4区代表呢也有准备了他们的文化美食的这个静态的展示，让大家来观赏。那这个時間呢，我們開放媒體記者的聯訪。好。今日擺比賽係咪我用國旗提示來睇一個廚藝比賽？客家美食料理嘅比賽，推廣係會深入。一個重點咧，最重要就係鼓勵客家菜嘅無限的可能的創新。今年2016年客家美食的，當然也是由4個這個地方政府來共同舉辦。每一個地方政府也根據當地的特色，那麼規劃一些創新的主題。那麼客家美食它本身其實就是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麼透過客家美食的創新以及推廣，就是客家文化的創新跟分享。所以這個比賽呢，對客家文化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謝謝。跟住用到那個提示做手機啊。CAT 網嘅其實，CAT 網的都沒有開賽過啊。也可以 OK 第一個我們從桃園先市政府這個辦了可以去因為桃園有客家莊會議室，所以呢，它是用這個米奇夢就桃園在地的客家美食，都會顯對了因為它在海邊嘛，因為過去客家的美食文化基本上都是比較山林文化的醃製這個或者是這個山產為主，那麼對海產是比較少，所以這是桃園提出這樣一個獨的兩下可以咪係咪？北海龍王就是蝦皮蟹醬蝦皮蟹醬那個都有意思了我們中部的呢就南投它是茶葉的故鄉茶葉最佔台灣最盛產，所以透過茶葉怎麼樣去入菜怎麼樣去做出創意的一些料理，那麼這個也是中部地區的特色。那麼剛剛講的屏東呢屏東是因為板條，像小英總統前天還告訴我說，他其實最喜歡吃的客家美食，我本來不知道想講是萬巒板條，萬巒板條。我本來想跟你說，美濃的板條也不錯所以南部的板條還有這個它更結合了多元族群包括新住民的河粉還有這個我們這個河洛族群的規樣其實都是美食所以我想這幾個相碰在一起的話，一定能夠創造出新的特色。那麼因為台東呢剛剛也有這個講到了，它也是一個相當多元族群因為台東花蓮其實是台灣非常典型的多元族群共享共同居住群居的一個聚落，那麼它代表的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精神，所以他在這次美食比賽裡面，那個我們台東的嚴處長說，你來看看就知道他絕對會給你好吃的不一樣的客家料理所以讓每個地方都有結合地方的特色，那這個特色對於這個地方的食材在地食材也是非常講究的，所以我想今年這4大創新4大特色，那麼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報告還有嗎？還有嗎？做得到OK 好，先問大家，客家話嘛。
你冇用客家話講。哦，嗌客家話嗬，因為差不多人講啊，差不多人講，差不多講。OK。那用4個再講一次4個特色，4大平安咯，4大平安。哦，你講全部講客家 ，OK， 講到哪裡啊？客家民俗料理比賽。哦，係啦，客家民俗料理比賽今年哦4大主題啦，有4個我哋地方政府咧共同嚟舉辦咯。第一個就我哋桃園哦，我哋嘅桃園市哈，因為桃園市嘅客家莊哈，尤其係會讀會省，所以呢，伊入邊主題呢就用我哋客家嘅美食哈、米奇木哈來讀到會縣裏啦哈，一個當有意思咯，一個可以那個刷新哈。過去客家人對客家菜嘅吼一個印象，因為客家菜咧傳統3年文化地區西文西茶，會縣對東少，入邊相信呢對海產上肚到以後呢，一定會變出清新的一種形式的客家味的。第二呢，就我哋南部嘅吼，那個縣政府共同舉辦呢，以用茶作為主題，因為茶呢係在那個南部縣啊，最重要嘅產業，用地方中最重要嘅產業呢嚇，嚟醃菜嚇，用嚟做料理嚇，相信呢嚇也會創造出嚇那個新的一個可能性。啊，個誒到南部到屏東啊嚇，屏東就會辦條真有名嚇，咱哋南部講棉花板啊，有新出名嘅嚇，那個河粉，還個有好多嘅嚇，都有，一個就多人出嘅嚇。共同在這個作品的特色的個美食拿出來，大家互相讀到以後呢，也會創造出一個屏東地區、南部地區、粵北地區特色的美食出來。咁台東呢台東喺呢個客家人出名好多人共同呢個共享共存居嘅一個素材。平常時間其實客家人好多人也出名，其實就差不多年數差不多，所以語言也好，美食也好，文化和交流非常多。入邊可能就會用那個新的一個作品，多元作品的力量呢，創造出台東地區的特殊的新的客家料理，大家分享。OK， 做得好，做得。後市，有沒有脆脆？口感如何？朱比？米湯用乜嘢？米湯用誒？蔓越莓，有蔓越莓，里面有蔓越莓，非常非常好吃，比较不腻。这个是甜点吗？对，上甜。对。对，这个甜点，饭后甜点，真的非常特别，厚实，好吃。不信啊，等一下大家可以尝一下。对，这个很养生啊，无油料理了，真的哈。那所以朱伟现在吃到棉花棒，那卡梅也甜没？卡梅，好吃了。这个说当天早上一定要现卷，现卷，对，这讲究那个食材的新鲜，比较养生，对，比较养生，它都无油料理。体育百事都一样，用棉花板，好吃。屏東市的歡迎大家一定來屏東品嘗。待會請他介紹這一道美食。對，蘿蔔香腸。蘿蔔香腸。对。我們台東還有用小米酒入味的蘿蔔香腸。這幾個。因為這道料理來講的話，最主要的是用我們的菜來米下去磨成我們的米苔目，就是米奇目。那因為它最主要是因為它凸顯的是說，以前顛覆的傳統，以跟我們的海鮮做一個結合，才能夠產生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火花。因為這是未來我們的輕食養生的料理。所以說，我們一直在談到是說，我們現在目前整個客家美食，以及說怎麼樣讓它突創不一樣的，上到國際舞台，就是我們要提倡的，就是要做到於健康養生輕食風，獨創客家新傳統。未來我們的新的
的料理之下，才能够上到国际舞台。这是非常我们当上我们台湾客家美食之下的话，一直我们这一直在追究的，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的米食类的部分，还有尤其我们今年我们北区的我们的米吉木的米苔木的整个的演变，能够在我们的桃园能够再度的产生，蒋局长带领之下能够产生，把它奉献给我们台湾整个样不一样的米吉木未来产生的整个的变化，能够上到国际舞台，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究的部分。好，谢谢大家，谢谢。理事长，我请问一下，说这个海鲜它有哪些材料？然后材料的来源又都是在地食材。因为这一次我们在于我们的桃园这一块，理所当然在永冈渔港的部分，我们接了我们的虾米，以及还有我们的花枝，还有我们的最在地的我们的芹菜，还有一些韭菜的部分，还有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在地我们竹尾这一些的高丽菜来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在用当地的食材，而来跟我们这个米吉木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